大都会赞不赞？赞！防疫警戒为7月27降到日期后，为了替辛苦的客运车司机防疫加分，市原吕维英特别前往南区民兴路大都会车队台南分公司捐出1000支服务件，让司机会当更加安心营业。今天是我们的微解封的首日也是3级降到2级警戒的第一天。那我想很多民众其实都会有点开心想要做报复性旅游的一个工作。那报复性旅游或报复性出门，那小黄是大家首选的工具。那我们的台湾，特别是台南计程车司机，他们都很专业，而且都很热情。那但是疫情的解封之下，还没有完全的来脱离疫情，所以今天特别来我们的大都会来提供1000支护目镜给我们的计程车司机。那期待他们在服务客人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得到最妥善的保护。大都会车队真感谢议员的关注，也期待解封了后为民众带来更加好的服务。首先，我们感谢我们的在地的议员吕维议员那捐赠我们这一次数量那么庞大的护目镜让我们的司机同仁可以免受病毒的感染那疫情以来，坦白讲，我们整体的绩效司机的收入几乎是只剩下1-2成那借由今天解封之后，我们做好更好的防护措施，希望能够带来更好的绩效。吕维英表示，除了这次捐赠1000支服务件，予大都会车队以外，在服务处嘛有准备了1000支服务件，提供予客运车司机来领取。欢迎有需要司机朋友会当前来吕维英服务处，凭客运车营业证来领取。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